1月19號4:50，長者收股息。喺星期五咧，美國嘅股市收市嘅時候咧，就4隻股票都係有啲向下嘅走勢嘅，特別係晏晝之後咧，係羅素企穩0.12% 升幅，納斯達克咧就係跌咗，即係先高後低。道指咧就跌咗0.17%，標普咧跌咗0.06%，即係全部都係中途有得升嘅，尾就向下跌。金跌少少，金銀銅都天然氣都跌少少，布蘭特原油就企穩翻係64.13，紐約期油咧就係升翻0.44%喺59.34， 57蚊美國已經有錢賺嘅，你要記住呢樣嘢。嗰啲美國泵出嚟嗰啲油，嗰啲頁岩油啊，攞啲岩石出嚟揸佢，揸啲油出嚟嗰啲咁樣。嗱，呢位咧就係哈薩德呢個哈薩，佢咧就話即係講定啲退路先，即係佢話總統可能啱嘅，唔揀佢做聯邦，即係唔揀佢接替呢個鮑威爾。英文就好叻嘅，學下嘢啦。Pass him over，pass you over，即係唔睇你，即係咁解啊。Pass 打牌咁 pass 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喺開股之前咧，就先打定條退路先啦。佢話自己可能都係繼續做翻呢個特朗普嘅經濟顧問會好啲，有錢收㗎呢啲啊。經濟顧問係有人工嘅，即係好似香港嗰啲咧，嗰啲咩行政會議成員啊嗰啲咁樣咧，即係呢度高級組嚟嗰啲啊，有錢收㗎嗰啲啊，即係有工資嘅，有工資嘅。佢就好講得，佢話正如喺一開始我就講好唔好咧？繼續係喺呢個白宮嗰度翻工，講咗先嚇。美國啲股票咧就係匯豐跌0.36%，花旗咧就係升咗0.49%，高盛升完之後回復翻之後又跌下 ，Intel 跌2.86%，但係 Intel 今年年初至今咧係股王嚟嘅，咁啊甲骨文就升翻少少嗱，反而呢隻 GE 咧就係做得好好啦 ，JP Morgan 都做得幾好，大二咧都做得幾好嘅，我經常都留意呢啲，曾經一段升得幾好嘅，舊年年尾嘅谷歌咧就係跌翻多少，咁啊呢啲同我哋啲股冇乜關係㗎啦，而家美國啲七雄股同呢個香港嗰啲科技指數都冇乜問題嘅，但係咧嗰個恒生指數高低水就低水205點，所以如果你醒目咧，星期五咧應該唔好買住嘅，應該啊，就算跌得嚟都唔好買住。特別你見到啲 A 股咧 ，A 股全部下跌嘅 A 股，歐洲又係全部下跌嘅，而家進入一個調整嘅時段。1月份嘅升幅喺第一個禮拜、第二個禮拜咧，即係升得比較顯著啲，但係而家又開始回調啦。你睇翻本地嘅股市咧，就係先升然後後回咁樣啊，後跌又做低位收市，跟住落去美國咧又係跌嘅，又係差唔多走翻咁嘅走勢，佢係跌0.29%，呢個標普啊嗰啲咁都係跌一個細嘅百分比，但係都係跌嘅，即係升完之後有人再買就會有貨供應俾你㗎。嗱，我咧就以後咧就會多啲用我依個工具啊，呢個工具就係通用嘅，美股港股都通用嘅。我就今日咧喺2026年嘅9月9號先提供幾隻非常之好炒嘅股，呢啲係唔係咩特別嘅股嚟嘅，即係你如果見到跌市嘅咧，可以開始炒下，即係講幾隻啦嚇，唔好炒咁多股啊，呢啲係非常之好嘅炒股工具。第一隻咧，我就認為三桶油係非常之好炒嘅，0857，佢好炒得嚟咧，你可以睇到佢點解嘅，即係你如果炒出炒入過往，根據我嘅策略咧，就係跌穿呢個保力加線嘅時候，你就買，升穿保力加，你就將之前買落嘅沽晒去。如是者，你喺過往5年做咗14次全勝，咁咧你就需要嘅注碼咧，最大嘅注碼30蚊，以1股計數啊。而你如果以1000股計數，咪乘1000啦。呢個啊，咩叫最大注碼咧？你唔使押好多錢入場去賭嘅，即係你係因為有錢回籠咗幾多咧？回籠咗210蚊，你睇位買入，買咗46股，沽出40股，仲揸住60股，即係你沿途你有14次決定你我走唔走，即係唔炒呢隻都得，即係次次都中嘅。咁咧你淨賺咧，即係將呢個炒出嘅次數
每一次嘅利潤加起佢咧，你係有129蚊淨㗎呢個啊，淨嘅，即係你係帶咗好少錢入場啊，你可以淨帶咁多錢走。咁咧最多嘅股票買嘅一連串買入咧就係7次，即係你要諗下你有心理強大嚇，你有可能遇到7次買位，最少你係遇到1次買位就可以炒出啦。咁咧最長要等待209日先有炒出嘅機會，最短就56日，平均係113日炒出一次咧，最賺得最多咧就係18蚊。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咧嚇？佢係即係譬如每一次炒出負1呢啲信號啦，呢啲啊，即係每一次有個 true 出現嘅時候，就係沽出嘅時候啦。幾時先係沽出咧？即係一個正同一個負啱啱拍住，咁你哋就有錢回籠啦。之前喺度炒股買緊，而家咧住沽出收翻8蚊，咁咪有正數2.2蚊啦。咁如是者咧，我就將佢濃縮咗，等你睇睇最後嘅結果。咁咧你睇到14次炒14次，每次都帶來正數嘅，咁加晒呢個正數就嗰個淨利潤啦，即係唔計呢啲賭本啦，除晒啦，你就有個正數，咁都幾好噶嚇。咁呢隻857 3桶油，其中857係最好嘅，883都好。你點解咁講咧？遇到個跌市，好似扯大纜咁樣，一邊扯佢低，一邊咧就有油價企穩扯佢高，咁咪睇下邊個嘅力量大啲。883亦都係炒15次贏13次，都有正數利潤。咁咧你帶入場嘅注碼好少嘅啫，107蚊。如果你要買晒咧，你要577蚊，買嚟擺喺度炒，買嚟擺喺度儲嚟收息，你就收到124蚊息。呢個係理所當然㗎啦，呢個我一路都講，你唔炒儲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如果炒嚟講咧，就係呢個勝出率咧，就係略差過呢個857嘅，857係全勝。好啦，386咧都好，但係都唔夠要炒啊！即係我唔係講基本因素啊，即係基本因素已經定咗啦。我哋瞄準呢個3桶油咁樣，386咧就係買12次贏11次都好，都有正數，都有正賺。咁啊呢個板塊咧係好嘅。由先睇翻，我日後會多啲用啊！我話俾你聽，你買呢隻股，你可能平均要等幾多日有機會炒出，即係咁樣啊！即係有啲數據俾你把握住。中石化咧，記住幾個基本因素咧，中石化就有國策嘅支持，就係國家會注入啲飛機油俾佢煉油啊，煉啲飛機油出嚟。857咧就係一隻長期上升兼有股息收嘅股票，52周係一隻升股，而家係打橫區。咁咧如果遇到跌市咧，你開始可以留意佢。如果遇到一個低於呢個保利加下線嘅，你而家開始你想炒嘅話，你開始炒第一次都得。過往表現唔等於將來嘅表現啦，但係如果過往表現出現過咁嘅情景咧，未來出現咧係利率即係機率係高啲嘅。咁今日一個跌市啊，有咩股唔好炒㗎？揾到啦，有個朋友提供叫我 check 下大家樂唔好嘅，不宜沾手嘅嚇。炒股而家暫時不宜沾手嘅啫，因為過往5年你炒11次全部輸晒嘅，咁你正賺咧係負數嘅，咁唔好嘅呢個。你就算持有佢，你有112蚊股息收，但係你個現值都係低於你個成本嘅，但係唔係輸咁多啊，即係持股而家係一個負數，但係你炒咧就炒11次都輸嘅。咁你唔好以為跌股就唔適宜炒啊，跌股係。譬如3690係全勝嘅，呢隻股都係適宜炒嘅。3690，譬如科指板塊股3690咧係炒9次贏9次嘅。你冇睇佢長期下跌咧，但係佢個波動夠，同埋咧你平均要等183日就可以炒出。咁啊跌股咧係大家都唔同命運嘅。美團可以炒嘅係相當唔錯嘅炒股工具嚟嘅，儲就唔好啦，儲就蝕張啦。買入成本849，8490，現在股票等值6000。我經常會講呢啲參數㗎，淨係我呢個頻道先有呢啲參數，因為我係用自己嘅工具計，我自己都使用嘅。好啦，仲有啲咩百中㗎？百度係咪9888啊？百度呢隻股好好嘅，炒14次全中嘅。你睇下佢 cumulative money flow 係隻都正數㗎，最多可以收500幾蚊嘅，注入554蚊。咁咪記住呢啲啦。我講到呢啲股嘅時候就用呢啲工具。如果想了解多啲咧，你可以睇星期六嘅數學七股嗰啲片擺喺度，你可以用星期六嗰個版本。但係呢個已經改良咗㗎，星期六個版本淨係講有幾多錢回籠，冇同你計呢個淨利潤。匯豐咧係全部炒16次中嘅，所以今日係提供住呢
幾隻適宜炒嘅股，記住啊，科指板塊炒得好嘅係美團同埋百度，你要嚴格遵守嗰個策略啊，跌低先買，高位就沽晒佢。三桶油最好係857，匯豐係全勝嘅，炒咁多次中咁多次嘅，其他都有，其他咧就係大家樂嗰啲冇掂。好啦，大家樂應酬咗啦，咪應酬啊，即係應啲網友嘅 request。另外有個網友佢話呢個2722呢隻股票咧，2722話咧有升幅有波浪，睇下佢係唔係好，有冇好得過呢個857咁樣啦。我就即管同佢做呢隻股都幾好，炒13次中13次，呢隻股係適宜炒嘅，呢隻有淨利潤夜3蚊，最大嘅注碼以一股計數5蚊雞啫。點解咁少錢可以入場同佢炒嘅？就係因為經常有資金回籠，你可以運用呢啲回籠嘅資金繼續炒落去，所以先至有一個炒13次中13次嘅紀錄。咁啊2722咧係可以炒嘅股，個結論就係咁樣。好啦，講翻一啲星期五嘅消息，地產股新鴻基升得好好啊，但係新鴻基唔係好炒嘅股嚟嘅，12號就係好炒過新鴻基嘅，雖然而家佢嘅股價咧係52周新高啊，咁樣唔知幾時新高啦，佢咁樣升法，我睇佢今日會回啲嘅，回咗你都唔好考慮佢作為一個炒股嘅工具，你可以儲佢，可以炒佢。我咧就測試過咧，地產股咧12號係最好嘅，0012咧就係恒基地產，亦都係炒15次15次全中嘅。炒嘅意思即係話你低位買入，高位沽晒嗰啲啊，咁叫做一炒啊，即係一個回合15個回合全部中嘅，咁啊有淨利潤嘅啊。0012，但係0016就唔係啦，0016係蝕張嘅，0016即係佢個股票自己本身嘅走勢啊，係炒11次中3次嘅啫，所以要負數嘅，唔好炒嘅。但係你儲咧還可以啊，即係你買入5948蚊成本買入66股，你現值都有7431啦，已經正數啦，又有股息收，炒就不好啦。所以地產股炒得好嘅係恒基，好股咧就12、16都可以，冇倉可以為豬啦。我覺得呢個地產股應該買嘅應該早已經買咗噶啦，而家你先考慮買定唔買咧，不如唔好諗呢個板塊啦，已經升咗啦。航託823去35蚊呢一格啦，35蚊亦都唔係咩特別，只不過係之前宣布一個租平咗，只係咁簡單啦，一個租平咗。佢就跌兩棍落嚟，咁而家都未收復嘅，仲有一個下跌裂口喺呢度。所有嘢平咗都不為世人所接受嘅。世人投資咧係要第一要貴，第二要壟斷，賺少啲賺少個崩都係會跌股嘅。但係呢啲係我認為係一個唔係好正確處理商業嘅算式。佢跌到一個位，眾人都認為佢啱嘅，大家都係面對租平，佢就會再走一條新嘅路徑。特別係當第啲房託都陸續未來繼續宣布消息嘅時候，咁繼續宣布消息，首先咧就係恒隆，然後咧就係希慎，然後再輪到呢啲778呢啲啦，778都升嘅，778係即係佢係落後，即係佢升嘅波浪咧係遲過嗰啲12、14、16嗰啲起步嘅，咁啊呢啲就唔適宜炒啦，呢啲嚇，即係呢啲譬如0823咁樣，823係炒12次係中7次嘅啫，係雖然有淨利潤，你炒都有淨利潤，但係佢嘅命中率、勝出率係低過恒基地產嘅。你記住呢啲得，都話係都係可以炒嘅，即係你係儲股咧，亦都係平手。不過咧炒股咧就有正數利潤，有資金回籠3654蚊。而家估計數啊，過往5年咁坎坷，你都可以炒到正數，但係個命中率咧就係差啲啦。咁所以咧都係，如果你想炒地產股咧，就集中睇住隻恒基低位買，高位炒出。我唔係鼓勵炒股啊，但係我即係傳播一種信息，就係你炒都要炒得有計劃，炒都要炒到啲有數得計咁樣，唔好亂嚟揾人攞隻 number 攞個 tips 去炒，咁嗰啲可以輸死你都得嘅。即係你點解我話命中率高要緊要咧？因為你沿途可以隨時退出啊嘛，你一炒完一次你即刻可以退出啦。哦，冇晒股咯，我睇下嘢，我有正數啦，又中啦咁樣，你就可以決定我繼唔繼續落去，即係隨時可以啊。打完咗鋪牌洗牌又離場，我又炒第二隻咁樣，即係你輪番咁樣睇。我認為可以炒嘅，係數學上認為可以炒嘅股，咁啊應該冇乜大問題嘅。好啦，領展
領展嘅故事咧，亦都發生喺啲航運股嗰度。我同大家分析一下，東方海外宣布咗個第四季，其實佢第四季嘅業績同第三季業績係一模一樣嘅。個原因點解營收少咗呢？就係因為運費平咗，就係呢一點啫。運費已經冇咁貴啦，所以嗰個收入咧就係低啲。咁但係低得嚟咧都係有利潤嘅。所以我推測呢隻股咧係會有嗱，呢個係一個買位嚟嘅。呢個買位316咧係唔夠1919好炒嘅，所以我經常都話買中遠海控啊，316如果你過往5年炒股，你買14次係中10次都有正利潤，都係相當唔錯嘅。你帶入場嘅錢咧只係1568蚊，你係有正數離場嘅，而且有14次當中10次你可以決定係咪洗牌不顧啊！佢個炒股嘅形勢咧就係咁樣嘅，即係可以放大啲啊，即係放大啲字講書好啲啊！即係譬如呢一次炒有正數，呢一次炒負數，連續3次負數4次，咁呢度咧已經打消咗你炒佢嘅念頭，但係繼續嚟講又有啦。最近越低就越近，即係日子就係25年嘅10月、25年嘅5月、24年嘅12月咁樣呢啲啊，咁你就唔需要你呢個大行話佢幾多錢嘅，大行話佢98蚊咁樣啊，98蚊從來都未達標嘅，未試過嘅。有人話1919係9個半咁樣，就嚟派息啦，係達唔到嘅。咁所以我自己嘅策略，我只係可以咁講，我自己嘅策略咧，今日跌市啊嘛，如果再跌啲，而係足以影響到成個板塊嘅咁樣啊，即係我覺得市場嘅認知同現實嘅情況咧係有啲落差啦，即係主要係呢個運費平咗，所以影響呢啲股票，所以佢跌下添咧就係相當好炒嘅呢啲股。316我點解話1919好炒呢？1919全中嘅1919呢個叫中遠海控，呢啲信息係冇嘅，即係你係坊間所有嘅人講呢啲股嘅時候係冇呢啲數據幫你走嘅，即係我係認為我就鑑於咧即係好少呢一類咁嘅量化嘅數字咧喺個市面度流傳啦，所以令到有啲人好疑惑，同埋買股嘅時候好唔踏實，要人揾個 number 揾個 tips 買幾多號啊咁樣，即係咁樣好似尋日賭馬咁樣啊。中遠海控買14次炒14個回合，14個回合全中嘅，咁啊帶入場嘅錢咧個袋咧荷包咧in hindsight，即係做完晒你先睇翻轉頭咧，最多你帶60蚊入去搞掂啦，以一股計數啊。咁啊最長嘅等候時間咧，最長咧就係168日，最短咧等29日，平均咧等105日。呢啲係幾好嘅參數嚟嘅，就係考你夠唔夠持貨嘅能力啊！你可唔可以持貨168日咧？梗係得啦，我好多股長過呢個啦，長10倍都唔止啦，係咪啊？咁咪儲也好，因為你股息好，冇蝕張，炒非常之好，1919，咁你就注意啦。今日呢個日子未到位就唔好買，到位你先買。而家到位嘅咧係東方海外。如果今日跌市再跌啲咧，就係我認為係相當好嘅機遇。根據過往記錄啊，買10次，買14次中10次。如果咧你叻到即係我蝕張就唔買嘅，咁又另外一樣嘢嚇，即係你話我見到有利潤我先至沽出嘅，咁又唔同咯嚇。咁你又可能要帶多啲錢入場咯喎。你明我講咩？明唔明啊？呢個 project 嘅核心就係你有錢回籠，你用啲回籠去幫助你繼續炒，即係咁樣啊。咁你要揀啱啲好嘅，例如857啊，例如匯豐啊，例如恒基地產啊嗰啲啦嚇。就少網友提供嘅咩2722啊嗰啲股票，你就唔好掂嗰啲咧，大家樂嗰啲啦，亦都唔好掂新鴻基，唔好攞嚟炒攞嚟儲就得。恒基地產係可以炒嘅，呢係基本炒股信息，其他嘅你咪逐隻 check 下佢咯。科指板塊咧就係3690同埋呢個百度，你炒呢幾隻都得噶啦。航運股講咗咯喎，我睇1919你關注住佢，儲貨都可以，不過最好就係等佢低位時候先買。316啦，而家可以考慮買下，但係你要克服自己個心理先得噶，你要知道晒呢啲數據啊。買10次，買14次中10次嘅呢隻股，即係以一隻波動型嘅股嚟講，股息為導向嘅股嚟講係都相當唔錯嘅取勝率嚟。記住啊，我冇講基本因素啊，基本因素就係運費平咗，就係咁解啊。領展點解之前跌一嘢咧？就係
租金平咗係咁樣啦。咁啊買股啲人好中意壟斷噶嘛，要貴要壟斷，弱股咧就要趁你病攞你命嗰隻要獨市嘅，要咁樣即係投資人個道德觀念係唔講嘅，即係佢係淨係講個利潤嘅啫，係咁樣。我就唔係嘅，我認為生意有冇得做最緊要，我好有信心，全部航運股都有息派嘅。今年點解航運股會影響埋呢個海豐國際嘅？關佢咩事呢？派特別股息喎，佢話自己收入幾好嘅話，5日低位，即係同埋一個你好唔好買呢啲呢？1308我未測試啊，1308，但如果掂嘅啦，我同你試下1308，我自己冇呢隻股啊。你想聽我講解點樣計算呢？即係你留意住數學測股頻道啊。你未必一定需要認識到點樣計算，但係你知道有樣咁嘅參數喺度都幾好。1308咧買13次中11次，即係好似啲316咁樣，你帶217蚊入場，見到低於呢個保利加下線你就買，升高你就炒出，咁咧你都有淨賺有正數99蚊，儲貨可以啦，儲貨下即係你又有股息收又有增值，係48股咧你就要1017蚊，但係咧你炒股咧好少錢帶入場就得噶啦，217，因為有錢回籠，所以咧炒股好似琴日買馬咁樣。嗰啲隔晚大熱門去到第2場嗰個 program 已經中咗啦，之後落去話中到開行啊，嗰啲隔晚大熱門，咁個 program 就係 program， 買到第2場中咗，嗰個 program 就係勝出，係要嚴格執行，然後先至再作呢個評估，再作咩調整。海豐國際5日低，咁你留意佢會唔會穿底啦？穿底你咪買下佢咯，儲又得，炒又得。最好係今日跌市啊嘛，係咪？一跌市嚟講，冚世界人都即係驚惶失措咁樣，想走人啊，咁想離開啊，咁樣咁就會令到一啲股咧唔應該跌嘅時候，佢就會跌嘅。睇翻啲權重股，今日喺呢個跌市嘅時候啊，即係提供啲 number 俾你，大家乜嘢股係適合炒嘅，咁你哋自己去諗下啦。喺跌嘅時候睇下啲權重股，匯豐喺而家係128.74，係平手啦，當佢啊，即係冇乜起，冇乜升嘅啫呢啲啊。匯豐同渣打喺倫敦都係企穩，咁啊唔好指意呢隻啊，反而你睇下匯豐銀行係百發百中啊，炒股呢隻股啊，低位買高位，係過往5年嚟講，隔冇耐就有機會俾你決定要唔要洗手不幹，炒完啦，贏咗啦，再參炒落去，隨你決定啦。呢隻今日冇乜喐啦，呢隻9988阿里咧就係星期五尾市升咗上去，但係喺華爾街咧係161蚊，係綠色3%，所以呢隻股會跌嘅。但係咧阿里咧你就唔使驚喎，阿里係100%中嘅喎，9988炒幾多啊？炒13次中12次，9成啦嚇，係有正賺有正數嘅喎，帶好少錢入場嘅啫。你嗰啲買晒佢咧就要6000幾入去炒咧，因為有錢回籠咧，你就會帶少啲錢入去嘅，因為有回籠嘅錢嚟幫補你，唔怕炒嘅呢個啊，即係但係你要嚴格執行，佢要跌到保利加下線你先好炒佢，你唔好立亂喐。如果唔係咧，你就嗰個收益冇咁好。而家有排都未到啦，係咪？阿里要回好耐，所以你唔使睇呢隻住啦。阿里，然後就700唔好炒嘅喎，700咧呢一輪咧股價咧就係慢慢緩慢向上嘅，即係一底高於一底嘅微觀上，但係咧喺美國嗰度咧就係有0.72%。咁科技板塊股都係炒嗰幾隻嘅。如果你想炒美團、炒呢個百度、炒呢個阿里。聯想992今日會跌嘅呢啲股嚇，呢啲股係會跌咧，你就唔怕買嘅。呢隻股好好炒嘅，呢隻股係，但係而家未到位啊，到位你就炒佢啊，未到位你要嚴格執行，如果唔係就包你嘅個系統唔包你實掂啊。但係992係非常之好炒嘅，992過往5年執行呢個低買高沽。係15個回合全中嘅呢隻股啊，係有正數467蚊嘅，帶入去好少錢嘅啫，93蚊，我可以炒晒成個5年，隨時有平均等107日，你就可以決定你離唔離開噶啦。即係平均最長要等188日有機會炒出，最短等42日有機會炒出。所以咧科指板塊咧就係992係適宜炒股嘅，儲當然可以啦，儲係嘛，儲係冇問題嘅。好，你有股息收，有增值，咁但係好多朋友就中意有
action 啊嘛，有 action 你都要揀隻啱嘅對象去炒。992係如果跌穿保利加下線係可以買嘅，好踏實啊變咗係咪啊？即係你只要有數據幫你，又知道未來你有機會可以甩身，咁嗰啲你咪記住佢咯。你炒股 mark 住10隻咁樣，就係咁樣做，又唔傷你身，又根據數學嚟講你又有利潤，咁好過亂咁問人攞個 tips，攞個 number 走去炒，炒呢啲都幾好啊！你儲住佢都有息收啊！好啦，講完聯想如果跌低過你又可以買嘅嚇，低過保利加下線。好啊，綜合企業非常之好嘅太古股份，琴日即係上一次交易日咧升穿咗12蚊嘅，再前一日開市嘅時候係12嘅，就跟住大市回落咧就收喺87。我係有呢隻嘅啫，平啲，因為唔使儲幾耐就可以入啦。你買太古 A 都得嘅，係貴啲嘅，貴5倍，即係5股太古 B 就等於1股太古 A。當時咧咁嘅安排咧就係據稱係可以防止被敵意收購，係啲投行教佢嘅。當時啊，好多人都係咁啦，即係李氏一族啲股都係咁樣噶啦，互相控制咁樣，認為咧難以被人收購。我不時睇呢個 app 嘅，睇佢係咪喐緊啊，聲又喐緊，又喺度錄緊，咁我就繼續落去。太古係非常之好炒嘅，嗱我經常要用呢啲工具嘅，因為第啲頻道係冇啊，我就有啊。0087係炒18次中16次嘅，係相當唔錯嘅炒股嚟嘅，有正數㗎。睇呢幾個 parameter 都已經得㗎啦。呢個已經係淨利潤嚟㗎，除晒所有嘅即係你將每一次炒出去嘅利潤或者虧蝕低佢啊，係正數㗎。呢隻股係87，你如果見到佢因為大市跌向下咧，你睇佢呢個啊，但係佢有排都未到㗎嚇，佢而家喺上市嗰度啊，即係你如果出現呢啲咁樣嘅咪好買咯，呢個咪沽出晒佢咯。咁過往咧係大部分 transaction 咧即係嗰啲以回合計數咧就係大機率係勝數嘅。267亦都係非常之好，267咧最近咧就企穩喺12蚊，12蚊已經係相當高㗎啦，即係跌破12蚊嘅時候咧，即係跌到低位，見到成支棍，即係總之個 close 咧係低過個保利加下線咧，你就可以買嘅。呢隻股咧嗰個參數亦都係唔錯嘅。267咧炒12次咧係中11次嘅，根據嗰個 formula 去炒啊，咁啊亦都有正數回報嘅。儲當然得啦嚇，儲係相當唔錯嘅收息工具，兼有股價增長嘅。喺呢度唔講得呢啲，即係唔介紹得咁多啦。你識用 Excel 自己慢慢督都可以嘅，不過好嘥時間嘅，即係用 program 計就非常之簡潔啦。綜合企業講咗，咁然後咧就電訊板塊咧8號同埋6823都唔好炒嘅。941我有朋友都經常喺度話，點解暗咁跌啊？咪由佢跌咯，係咪？咪由佢跌下先咯。你有股揸住佢冇問題㗎，佢繼續俾股息你㗎。最近好多交投嘅，最近啊，即係呢個量比係高嘅，即係有人想換手或者點啊？清個倉先獲利啦，升咗幾年啦，咁樣3年啊，升咗咁多啦，咁啊獲下利先，即係投下第二隻先，即係咁樣都得。咁941係好好炒嘅，941都好好嘅，炒11次中11次嘅，即係如果你跟住嗰個 formula 啊，跌低你就買，升高你就沽出，咁係有正數嘅941。但係8號就唔多好啦，8號係個命中率好低嘅，同埋6823都唔係話個命中率咁高嘅，嗰啲適宜儲唔適宜炒嘅。762都可以，即係你要識晒呢啲參數先啊，炒12次中12次啦。所以如果你話要炒股咧，就國內電訊股係適宜炒啲嘅。我俾個例子你啊，即係6823係拍馬都唔夠呢個823，係炒11次中5次嘅啫。即係你如果炒股係有負數嘅，當然有資金回籠，但係你又用啲回籠嘅資金繼續炒落去嘅話咧，你係個命中率係較低嘅。即係你如果低過，譬如你11.5，你低過50成，你已經唔值博啦。賭馬都係咁嘅，即係你呢個 program，你覺得個勝出率係咪高先啊？如果你唔能夠估到佢係咪真係中啊嘛，係咪？你個長期個勝出率係幾多先定咗嗰個，你先至做個 program 去買啊嘛，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就唔適宜炒嘅，儲就當然可以啦。你買入510蚊都有增值咯，有增值加埋股息咧，咁所以咧就要炒電訊股，你就炒呢個941同埋呢個762。當然啦，都可以儲都係好嘅。但係以炒股嚟講咧，就係國內電訊股咧就優勝啲。有冇人教過你呢啲啊？我經常都用嘅，即係而家我就喺個自己個工具箱嗰度咧，就經常帶住呢一隻工具嘅，即係幫到我去決定一啲嘢嘅，究竟好唔好炒先，炒定儲先。我話電訊股咧就唔怕，如果見到跌低位咧，特別係941
941呢啲咧，佢已經喺個下線嗰度出現噶啦嘛，加咁所以你睇住 day to day， 睇住佢有冇跌穿，又唔穿話冇機會俾你噶，即係跌穿你就唔怕買嘅，升高咧你就沽晒佢，或者你持有佢都係冇問題嘅。941係啊，平均要等幾耐先有機會？平均等炒出148日，最長成年314，最短68日，你自己知道啦。如果咦咁長啊，唔好啦，不如炒匯豐好啲啦，都得。你嘅匯豐係短啲嘅，呢啲日子係短啲嘅，因為佢上升多啲機會俾你炒。呢套代碼未分享嘅喎，即係分享係嚟到呢度資金回籠呢度，係嚟到呢一度嘅啫。下邊嗰啲計算咧就未有嘅，我或者遲少少擺喺個一間咧，遲少少將呢套代碼再擺喺呢個數學七股個留言區嗰度，使錢嘅嗰度，你肯用就得啦。你用咗你覺得好啊，咁樣啊，你可以改進佢嘅，唔難改進啦嚇。特別係我有啲年青啲嘅朋友咧，你知道晒呢啲參數，邊一隻股好炒，個年青人佢認為咧就冇咁多資金，帶唔到咁多資金入場，會揾啲咩股嚟買賣係可以換取佢第一桶金嘅咁樣啊。即係我都今日都提供咗幾隻 number 噶啦，咁咧差唔多噶咯嚇，即係你要即係你個心目中知道地產就買，想炒就買恒基，睇翻呢個992好炒噶。公路股107，解釋下點解咁呢排較弱啊？唔係表示隻股有咩好，佢要買一個公路嘅項目，就係經佢自己一個子公司去買嘅。咁你要明白咧，中國啲路股咧，啲路收錢收到20年咧就冇得收噶啦。咁佢就亦都要尋覓一啲對象去繼續延續呢間公司。咁所以咧，經常有啲買賣啊，經常有啲注資去投資第二啲公司啊，咁樣係好正常嘅。呢個板塊特別係咁啊，就而家暫時弱啲咧，就係因為新聞公告買啲啊，就係教你炒股嘅呢度啊。四川成渝公司簽署成品油買賣協議，咁即係就要做下第二啲生意嘅。係啦，四川成渝參股呢個京宜高速85%，又4億人民幣。咁人哋見佢要喺個自己嘅營收裏邊咧，就撥啲錢去作未來嘅投資，就驚住佢又短視嘅。最好你就唔使投資，最好你啲路費就繼續加，最好你啲派息又更高。咁其實咧咁樣嘅理解咧，即係你係咁樣走嚟走去炒嚟炒去咧，你就失去好多機會嘅。咁啊107我做下啦。如果炒股係點樣啊？107四川成渝咧，你過往咧炒13次咧，12次中嘅，即係你如果係睇住個保利加下線咧，如果係跌低咗咧，你可以買嘅。炒佢平均你要等125日有一次洗牌嘅機會，係咪？呢啲參數好有用啊！上一個交易日咧就升咗去呢啲嗰度啊，安徽皖通，但係雖然話升咗都唔夠13蚊，安徽皖通同埋177都有得升，江蘇寧滬都有得升9.32蚊，都幾好啊！即係呢啲股，做埋啦，執一隻江蘇寧滬啦，睇佢炒股結局係點啦。107係相當好噶，即係高命中率㗎，呢個亦都幾好。江蘇寧滬177炒12次中11次係有正數㗎。呢啲股票係如果你見到跌低過呢個保利加通道咧，你又唔怕買嘅。好啦，公用股你唔好以為啲2號啊嗰啲咁樣升到咁高啊。中電係好炒嘅，72個7毫半啊，72蚊好少見到嘅啫。尋日雖然係即係高開低收，但係都係一個非常之高嘅價位嚟㗎啦。近年來即係已經升到咁樣啦。咁咧2號咧係一個好炒嘅股嚟嘅。2號仔即係以一隻咁嘅股嚟講咧，炒15次係中10次嘅，即係差過呢個316少少，但係都一定高過5成，有6成7成咁嘅紀錄添。咁啊，即係又有息派嘅，又有上升嘅，咁咧都係幾好炒嘅，有正數嘅，有274次，有274蚊。你帶最大注碼係400幾蚊，如果你揸住佢咧，當然可以啦，有增值又有息收，有338蚊息收，咁係好炒嘅呢隻股啊。但係港燈就唔好炒啦，港燈係唔適宜炒嘅，適宜儲唔適宜炒嘅。但係港燈咧而家咧，即係有啲人講話跑輸大市啊點，佢升咗啦嘛，升咗嚟講即係佢嘅波幅係領先咗個大市啦嘛，咁所以咧嗰啲叫做跑輸大市咧，就係講而家呢1分鐘開始起跑，而一段日子之後計數，有人推測佢咧係跑輸大市嘅，包括呢個煤氣啊，包括呢個港燈啊，都係因為佢升咗啦，主要係唔係因為個公司有咩基本嘅因素，呢全部係走勢嚟嘅。
2638，所以買股咧就唔係一個定點嘅啫，唔係話我而家先入場啦，我而家買張飛入場啦，即唔係咁樣嘅，係一個比較長遠啲嘅有歷史觀嘅行為嚟嘅。6.55我睇咧2026年都會升啲嘅，即係呢隻股係形成咗一個即係好緩慢慢慢穩步上升嘅態勢啦。如果遇到跌市啊，跌多少啊，你可以儲蓄，不適宜炒嘅呢隻股。港燈仍然係咁樣啊。有人留言即係問我即係902試過有唔派息嘅，有一段日子唔派息嘅咁樣，咁啊即係唔好啦，即係咁樣嗱，即係你咁講，佢有息派而進展到冇息派嗰輪咧，股價係跌嘅，但係咧由冇息派進展去有息派嗰輪咧，股價係升嘅。你要咁樣諗，即係等於一個學生咁樣，有一次佢考得唔好，佢名次會低啲，但係咧佢考翻好啲，個名次又會高啲嘅。咁呢隻股咧長期係可以持有噶，同埋可以睇下有冇得炒下。0902我就唔建議炒呢啲，即係股都攞嚟炒嘅，一定要計過。0902過往炒11次中11次嘅，即係你睇住個保利加下線咧，如果你見到佢跌低，你可以買佢，平均等154日，最短等54日，你就有機會洗牌。講唔派息嘅咁樣，你都記得啦嚇，喺呢個疫情嘅時候，匯豐係冇息派㗎，佢要跟隨呢個你咪睇到啦。匯豐當時佢嘅股價由有息派變成冇息派係向下嘅，後來由有息派變翻由冇息派變翻有息派，佢係向上嘅，一路都升到而家嘅。咁所以而家佢有5.27厘，炒匯豐係百發百中㗎，你記住啊呢啲公用股就講完啦嚇。港燈都係雖然跑輸大市，因為佢升咗啦嘛，之前跑贏啦嘛，而家開始跑輸啦嘛咁但我亦都唔係咁睇好個大市啫，即係第一季度可能要升嘅日子都升咗，冇8899都有6677㗎啦，已經升咗，應該升嘅都升咗㗎啦。之後咧又要等國際間有咩消息啦，有冇息口嗰方面係點啊，日元嗰方面係點啊，咁樣就係先至可以帶動呢個香港嘅股票嘅升幅，特別係呢個 A 股咧。如果你見到 A 股喺盤中即係開咗市之後咧，有先升後跌咧，譬如上證咁樣同埋滬深咁樣，都係跟住我哋跟住去跌嘅。即係4000上證而家係4101一股，好多人都話高㗎，即係你記唔記得啊？都唔夠1000點嘅。有一輪血流成河嗰陣時，上證指數你睇翻15年圖，哇唔俾你添，月線圖15年，冇呢個資料啊，5.46分啫喎，周線圖56，但係即係我冇啊，第日有我同大家分享一次，個好低沉嘅試過喺1000點之下嘅，而家去到4000點已經係升得好好噶啦。但係有人話要升嘅都升咗啦，即係咁嘅意思啊，即係話未來可能係升幅艱難啲啦。我就唔係咁睇嘅，我就即係每日都有唔同嘅消息喺度。嗱，我睇翻啲大行呢個美銀佢話咧，如果屈臣氏成功上市咧，就佢個估值係現行高於，俾一長和目標價60買入，你買入嚟做咩啫？佢有股份俾你咩？佢分屈臣氏俾你咩？你而家買係咩？買炒咯，買嚟炒咯，炒到佢真係宣布嘅時候就沽咯，係咪啊？係咪咁嘅意思啊？我哋呢個覺得係符現實，亦都係唔係好有責任感嘅呢啲咁嘅分析。如果將佢改為通用電器咁又唔同咯，通用電器2年之前將佢分拆能源、分拆 healthcare、分拆健康出嚟，嗰陣時啲股價真係升喎。點解咧？有實物派俾股東仔啊嘛。而家你知道有嘢做咩？會唔會有流風俾你咧？我覺得你唔使理呢個嘅，差唔多高度咁上下，你宣布冇着數嘅，啲股東仔冇着數嘅，其實係好不道德噶。我覺得咁樣分拆，股東仔揸1號，乜嘢都唔做，佢有屈臣氏嘅營收啊嘛。而家佢分拆咗出嚟，唔派啲股仔俾你，唔派啲股俾你，又冇機會補償你嘅資產流失嘅損失。你大行仲喺度幫佢搶，你應該吹下佢，吹谷下佢，希望按照一般嘅慣例將實物分配俾原有股東，即係咁樣就有啲正面嘅社會責任。所以呢個我就係批評佢呢啲係不好的大行報告，我就唔會理佢嘅。摩通係咪啊？收租股上行空間潛力更大，首選恒隆、泰地。嗱，泰地升得幾好啊！我同大家講咗，你唔好唔記得呢隻泰地。我唔係話同意個摩通啊，即係佢根本係落後，之前落後於大市，未來可能跑贏大市。嗰個原因就係咁樣，佢哋睇101喺
1月30號有消息啊，101呢個係佢嘅派息啊，佢嘅營收啊，係對於未來係有啲指標嘅作用嘅。如果又係租平咗啦，咁啊即係只不過係正常化啦，係咪？平啲租係正常化嘅，平啲運費係正常化嘅，又要到有啲咩嘢事發生啊，打仗啊，關稅啊，點樣啊，令到嗰啲運費趕貨啊，趕運啊咁樣。嗰啲運費貴咧，就對某一類股票咧就係好嘅，但係咧對於老百姓好定唔好咧？咪梗係租平啲好啦嘛！即係所以話咧，永遠都係有矛盾嘅。投資者冇乜道德啫，我覺得嚇，唔使理道德啦。你知道我計數冇講道德呢方面落去㗎嗱，我自己取捨嘅股票咧，好多時候都係睇下究竟有冇得長期營運落去，主要係呢樣嘢，唔係在乎佢係咪壟斷，係咪暴利嚇。我好少俾一個範疇嘅。係啦，本地銀行股咧就2388都幾好，就係冇匯豐炒得咁好，都可以關注嘅2388喺40蚊啦。你過往炒12次係中10次嘅，都幾好㗎嚇，即係有正數嘅，炒得嚟有正數，當然可以持有啦，持有有相當唔錯嘅增值。所以呢隻股咧，照正嚟講咧就係持有係優勝過炒股嘅，但係炒都唔輸蝕，炒12次中10次嘅。中銀香港咧近期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嘅，2388而家係40蚊。咁一個跌市嚟講，呢啲股會跌嘅，你可以儲呢啲股嘅。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先，希望唔係太過多數字，唔好嚇怕一啲人炒股。其實炒股咧，你係要有啲數據嚟幫你嘅，你要知道邊隻股好炒，邊隻股唔好炒。今日講到呢度先。